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2月24公视台台的暗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积电伫日本库马摩多一厂 JASM 今仔日开幕典礼，台积电办提供供应链的韧性。日本方面是讲要补助来去2厂。新北市是指一栋社区大楼在市区火烧，加在无人伤亡。消防人员发现是因为电动乌托邦的电池充电的时起火烧。台南的第一条捷运第一期南线开发案，昨伫环境部通过初审，台南市府希望2020年就通开始施工。台积电伫日本库马摩多一厂 JASM 今仔日举办开幕典礼。台积电创办人赵忠武表示，台积电设厂通提升供应链的韧性，也通进一步发展半导体产业。因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Kishida Fumio 是宣布要补助台积電嘅库马摩多2廠。台积電日本原本一廠 JASM 以無夠2年時間，真緊興建完成，將有佇台灣元宵節即天舉行開幕儀式。當署長劉德音佇台頂講到關鍵嘅原因。I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or their strong support. The forward-looking investment policies established by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have been crucial to JASM success in creating a competitiv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 hope and I believe also start a renaissance of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 Japan. 台积電創辦人張忠謀看好日本廠，是因為得到當地政府真大支持，加上4760億日票補貼的資金真緊到位。儘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無到場，不過也經由有路影片送出大紅包。引き続き予算、税制、規制改革などの支援策をスピーディーに実行してまいります。その具体例として、JASM の2号棟についても支援を決定しました。那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投資台積電原本2廠，身為台積電股東兼客戶的索尼集團總裁也講到台積電到日本設廠的合作關鍵。CCUA さんから日本での生産を検討していると、それに協力してほしいと、そこから3年1ヶ月、今日のこの開所式を迎えたことを大変感慨深く思います。開幕典禮開始之前，公司新聞團隊專訪日本半導體戰略推進議員聯名會長簡立明，新聞一直邀請台積電到日本設廠的重要出席的人，伊講日本半導體產業要有晶片製造力，才袂受人牽制。作って供給できる側か、供給してもらう側かでですね。やっぱりその国の力関係、地域の力関係が大きく変わるわけですね。ですから日本は作って供給する側に回ら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對着外界有期，台積電原本一廠雖然是成熟的製程，不過未來隨台積電在日本擴廠，有可能選擇先進的製程，也引起外界煩惱，是不是個台灣烏空氣？製程已經在開始做一些研發跟設計了哈，所以這台灣最先進的已經是在台灣哈，所以這個是錯誤的解讀。考慮地緣政治因素，台積電展開海外布局，原本廠拿就軍頭部呼應客戶需求，對着日本重回半導體應遙遙幫助。記者陳華報道。環椒粉摻蘇丹紅色素的食安問題案例是愈來愈多。台中市府今仔日公布，金安記食品廠的鹹豬肉乾加鹹豬肉絲，攏有使用有問題的環椒粉，影響範圍有19個縣市，是隨通知各地衛生局協助落嘅有問題的商品。公司大門鎖起來，7點也無人來應。台中市食安處擴大追查，抽驗問題的環椒粉，發現靈井區金安記食品廠有限公司敢若有進貨。經過檢查發現，紅環椒粉的原料甲進前新北市所查到的配合無同，不過又該抽驗送去檢驗。結果23節結果出來確定檢出蘇丹色素3號20 ppb。有關的住戶聽到也驚一個煩惱食安的問題。我覺得會擔心啊。這個肉品應該要嚴格把關吧，我就會盡量去避免啦。係啊。食安處講，金安記食品廠有限公司北向新北市保險企業有限公司採買325公斤的紅環椒粉，已經使用其中73公斤製成鹹香的豬肉乾加鹹香的豬肉絲，產品總重量是6739公斤，銷售範圍佇台灣本島也有金門這15個縣市，政府已經通知各縣市衛生局協助當地業者來回收。
抽验送第三方公正检验单位检验，检验结果出炉，确认检出苏丹色素3号。该食品厂已通知下游42家业者进行下架回收，三处将持续追查违规品项，以保障消费者权益。市府强调，今晚其厂方已经通知下游42间业者回收其他也未使用的违规红环境粉的原料，已经退运新北市源头的业者，并且另外提供专线电话，让消费者来退货。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的第一条捷运第一期南线开发案，总伫环境部进行专案小组的第10摆审查，最后是通过初审。第一期南线专线有8.39公里长，会设10个车头甲1座机场，是高架铁路的设计。台南市府希望2026年通开始施工。六大都市内底捷运建设规划较慢的台南市提出头一期南线开发案，拜五伫环境部进行宽屏的审查，全线长8.39公里，采高架式，会设置10座车站甲1座机场，经过永康区、东区甲仁德区，最后初审过关。第一阶段通过这个环评是一件大家所期待的事情，希望能够早日能够走完程序，赶快发包。案件也搁送宽屏大会来审查。台南市府是要拼2026年动工，对着台南市假日时阵人有愈来愈多的情形，民众希望讲这捷运会用早日来开通，也不过也有人烦恼施工的期间会有这个交通的黑暗期。是蛮期待，因为大众运输也是蛮方便的啦。多捷运就是可以多几种选择这样子。限缩车道还算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这边的违停也很严重啦。所以你限缩车道之后又违停，那大家怎么走？由机场所在地就伫卫福部新坎边附近，伫前1摆审查时就宽屏委员接机，施工所产生的二氧化氮浓度伤悬，烦恼的危害就医民众健康。也来开发单位是回应，已经拜访周边的医疗机构，已经同意啊。23通过初审了后，宽屏委员伊有3大要求，包含爱保证树仔施工期间无了着匝道面积无超过1公顷，补强污水处理等等。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只一栋社区大楼在市区火烧，消防人员到场是赶紧将大楼内的5个民众带到外口，加在无造成伤亡。消防人员调查发现，起火点是一个电动奥多派的锂电池，伫咧充电的时向起火烧。专家也提醒民众，锂电池爱避免过度充电，也是讲电量用个大底，而且若温度无正常加悬，也是变形，就要随替换。消防车停伫下巷路，拍火电响布水线，社区一户主体火焰一直呛出来，消防员派人上楼疏散厝内5个人，好在无人伤亡。他过年前有买那个电池充电嘛，这个烧起来。警报器响啦，然后冒烟就开始通知消防队，然后消防队很快就到了。火烧着碰椅，烧甲规个乌漆破气，搬去厝外回收。新北市17这个社区大楼，24早起10点外，主体4楼烧起来。消防初步调查，厝内充电的电动车锂电池向导火烧起来，厝主用灭火器灭火。消防到位了后，现场火焰也是真大，甲电池浸水降温，搁甲火焰赶紧抽出去，紧好通风。锂电池的部分就是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它不要过充或过度放电，避免它做有一些碰撞或挤压，这样子的锂电池会比较容易有失控的现象。那通常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锂电池是正常情况下，其实使用是安全的。锂电池它反应的时间，它只要还没有反应完，它都会持续烧啊，不断的反应，它会不断的发热。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它只能用大量的水去降温啊。所以锂电池本来在救灾上难度就很高啊。锂电池无正常发烧，外观碰起来破气。新北消防局提醒，继续使用有风险，爱避免弄着剪着过度充电放电。因为消防专家嘛讲，锂电池若着火烧起来，要拍花较无简单。有锂电池的车3、4设备使用爱加注意，若是无好好运用，拢有可能造成重大伤害。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乌克兰小战今仔日是满2周年。联合国安理会23强调，2年的战争已经造成数万的乌克兰民众死伤，希望赶紧停战。也那美国总统拜登是强调，现主时袂使放下乌克兰，是呼吁国会爱通过相关的援助法案。
联合国安理会23针对俄乌战争2周年召开会议，秘书长强调，全球已经经历2年的战火动乱，希望战争会较早结束。Depuis l'invasion à grande échelle de l'Ukraine par la Russie, nous avons connu 2 années de combat, 2 années de souffrance, 2 années lesquelles les tensions mondiales ont été attisées et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mises à mal. C'en est assez. 根据联合国统计，俄乌战争2年来，乌克兰死伤超过3万人，不过实际数字恐惊悬出真济。乌克兰国内包含病院、学校甲基础设施遭受战火摧残，经济损失惨重，1460万乌克兰民众逃离家园。俄国外长23强调，乌克兰希望和平，不过也绝对袂投降。Ukraine wants peace more than any other nation. However, we are not going to allow Russia to kill us freely on the road to peace. 在俄乌战争2周年之际，美国参议员组团访问乌克兰基辅，表达美国继续支持的立场。美国总统拜登也搁一摆呼吁共和党将会众议院爱继续支持乌克兰援助法案，免在这时阵背弃乌克兰人民。We can't walk away now, and that's what Putin is betting on. He's betting on we're going to walk away. 2月23是俄国的军人节，莫斯科放宴会，俄国总统普廷出席阵亡将士献花仪式，强调俄国是伫为真理甲正义而战。根据乌克兰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伫战争2周年做的全国民调，虽然目前还有60%的乌克兰人相信战争会赢，不过已经比2022年5月60%。19%民众愿意接受就地停火，避免放弃领土。也比2022年5月5%较悬。对乌克兰的国家情势，就44%人认为行伫正确方向，46%认为方向错误。开战了后第一摆出现交叉，对总统泽伦斯基的支持甲无支持率那甲6-4比，甲开战初期高达90%支持率已经差真济。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台北市松山区庆城街甲兴安街口一个工地昨暗时发生地基落落的事件。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市到现场，伊讲透过监测知影目前相关的数据拢正常。警管处表示，目前按伫明仔载下晡就通甲车路整理好势。大型工具机现场工作人员加紧脚步，现场持续火囤按摩图。伫台北市松山区庆城街甲兴安街交叉路口的这个工地，23暗时9点外发生地基塌落去的事件，影响4台车车去，好在是无人伤亡。现场看起来范围有4公尺长、30公尺宽，深度1.5公尺。周边的住户透早嘛来关心，会担心一些啊，都连在一起的。所以怕说影响到对面这里。有啊，当然担心了，大家都很害怕。临近的这个地层发生问题，当然会觉得有点可怕。当然是希望政府能够做这方面的这个措施，当然是最好。有住户住伫工地隔壁，嘛惊受影响，希望政府做地质安全性评估。目前了解，塌落去的原因是内部支体力无够，造成外道沟边仔的路面塌落去。前进指挥所各局处持续台面处理。市长蒋万安早起嘛到现场过来视察。就只有在大家所看到地面塌陷处这一侧东侧，超过15公分。那在西侧、南侧、北侧，目前比对的监测数值是正常，而且也都没有地面塌陷以及临房倾斜的状况。基地内的导沟的部分已经在下午1点半完成灌浆回填的作业，导沟的外侧跟围篱之间的灌浆，然后预计大概会在4点半到5点之间完成。希望在明天下午可以把道路供民众通行。台北市监管处是讲，这个案违反建筑法，已经随下令停工，各罚18万。后续施工计划要经过相关公会审查，确认周边地质安全无问题，才能复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黄色阿比亚展览特别结束，来看今仔日有一场小小阿比亚的比赛活动，伫咧大港桥卡举办，是吸引侪民众来参与。喇叭声响，黄色细只阿比亚向前冲，350公尺长的河里，互15000只细只阿比亚占去，规个河面拢照细只阿比亚，民众讲看得真心色。不过伊的魅力，原来吸引几多万人到场。第
变多了。好玩。哦，好累啊！周边活动有啊，有很多不同的，就是设施也好啦，还有活动都比较多啦。啊，对啊，这交通也比较方便的。感觉还蛮棒的，就是办的也不错了。为咗家长为了让囡仔看这个细只阿米亚比赛为名，让囡仔坐伫肩架顶。啊，不过嘛有民众因为无占到好位，看不到细只阿米亚比赛，一直讲真可惜。在这边看不到，我们有看到大只的。大老桥现在真的暂停进入的人已经太多了。现场人丁和规大港桥拢客满人，搁要禁止人员搁再上桥。其实真的也不晓得说下次再回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也许10年后也说不定。市政府讲，15000只细只阿米亚初步拢伫杂油室内，边仔还有工作船台面伫高，有信心袂外流任何一只细只阿米亚。后续这细只阿米亚洗清气了后，会送予偏乡也是较弱势的囡仔。记者综合报道。讲台语长时行，今仔日文化部举办台语 flow 生活节，现场有台语本的剧场表演、音乐加公囡仔鼓等等，这大人囡仔拢来参加。现场文化部、公视台语台也参2间民间的儿少电视台签合作意向书，讲要共同合作开发儿少台语本的节目，传承母语。我就知啊，大家少加油爱歌声，拢听到十分滋味。左王车剧团演出台语的舞台剧，台下的大人囡仔看了笑嗨嗨。周边也有台语文相关的市集通踅，这是文化部举办的台语 flow 生活节，这大人囡仔拢来参与。伊等下伊家己会嘛会讲哦，伊看袂字看无，但是伊会家己背起来，然后念互我听安尼。自细汉就教，其实是上囡仔是吸收上济。大家拢来讲台语。要传承母语，囡仔是关键。伫现场，文化部、公视台语台也参2个民间儿少电视台签儿少节目台语主流化共同合作意向书，透过电视节目，让囡仔有较侪接触台语的机会。即马所有的电视台拢有法度双声道、3声道，对无？全世界 OTT 10几种语言拢咧讲啊，咱有法度互咱的囡仔的节目本土爱增加，但是外国的节目，若伫台湾放送的时阵、播送的时阵，嘛爱有好的台语配音啦。未来会先按漫画会配音合作，搁进一步会做节目的合作。初期就是讲，咱先按配音开始，包括台语指导，包括迄个台文的翻译，会当互伊较水开咧。所以这是未来第一阶段的合作。公视台语台表示，目前台语台有台语配音版本的派对卡孔明、间谍办公会啊，拢引起各界真大的关注。未来参2个民间电视台会为外来节目配音台语开始，落尾发展到共同制作台语儿少节目等等，做阵推广台语。记者郭文定、玉凯台北报道。今仔日是元宵，台南县透早8点，市区6点头开始炸邯郸爷的活动，是吸引侪当地民众甲游客来到闹热。透早8点外，台东市区就开始放邯郸爷。邯郸堂8个肉身邯郸爷赤膊体轮流徛伫桥顶，伫店面外口西接受世界等来的炮啊献礼。听讲扮演邯郸爷替身，互人帮，规年拢会真好运。蛮好的。炸完就好。为少民众甲游客特别来观赏，也有人开直播，甲现场闹热的气氛传互伫外地的朋友，分享台东元宵节在地民俗活动。你会怕吗？我不会怕。会不会怕？不会。带来好运。今年是2年，民俗认为是一个好年。搁再讲，即马民间感受到疫情影响愈来愈细。今年元宵节，台东献武堂甲邯郸堂，伫台东县拢总有28场接受店面邀请，帮邯郸爷活动比往年拢较济。比往年多太多，尤其是疫情过后。今年我们特别邀请那个邯郸也来我们这边站，然后共好那希望大家能传承台东的一个文化。台东县元宵节民俗活动24甲25会进行2天绕境祈福，拢总有67个阵头队伍上街路绕境。警方这届是派500外个员警，也甲义警指挥交通，呼吁民众只要指挥细路通行，较袂塞伫路的。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有一个老师，嘛是文化局的义工，伊用一张纸做出创意的歌仔灯，伊也伫网络顶公开做法，互介意的民众通家己做看卖。龙的这个毛有没有鬓角啊什么，你就让它有一个立体，把它折凹下去。专心听老师教安怎做出更加好看的歌仔灯，趣味的设计，无论大人囡仔拢感觉真新鲜，而且比外口卖的歌仔灯加真环保。搁好看，搁简单，搁大家有成就，做了有真正欢喜。当然嘛是家己做较水啊。那一般我们纸张要做立体，平面要做立体，你可能在弧度的上面会比较困难，所以你要让它有一个拉力，然后靠近在额头上面，你会撑住，让整个龙的造型、龙头的造型站立起来。所以这个困难度就是在立体的部分。透过一张纸、一支笔，豆豆画出龙造型的人，是已经有30年设计 DIY 歌仔灯经验的林丹恩老师。当初时开始有这款想法，主要原因就是希望民众除了会当家己动手做，更加提醒大家环保的重要性。都是用环保的这种材质，所以像我这现在一系列的全部都是一体成型的，所以你只要一切开之后，你不会浪费所有的东西，就是你还会激励说你自己去做设计。做好的歌仔灯挂在头壳顶，看起来唔那趣味又搁特殊。老师讲，未来继续发挥创意，创作出更加多趣味的环保 DIY 歌仔灯。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关晓就要看会灯，今年的台湾灯会伫咧台南举办，今仔日举办注定开灯的仪式。总统蔡英文、行政长陈建仁、台南市长黄伟哲等等拢到场参与。现主是带观众朋友来看现场的状况。我们先让媒体朋友来拍照，这是今天晚上最重要的一张照片。我们先来看正前方好吗？好，我们再看右边，好，让右边的媒体朋友也可以拍摄得到。好，我们请您再看左边。好，谢谢。再次谢谢蔡总统今天的莅临，也感谢行政院陈院长。2024年台湾灯会伫咧台南举办，总统蔡英文、行政长陈建仁、交通部长王国材加台南市长黄伟哲是用毛笔进行今仔日的点灯仪式。今年2年的主灯拢来台湾有22公尺悬，也配合台南400年有真侪相关的活动。稍等的暗时8点，公视台记台也会转播伫咧灯会展区附近演出的162士歌戏音乐剧，邀请观众朋友做伙来认捌台湾400年的历史。落尾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13度到16度。中部地区13度到25度，南部地区14度到29度，东部地区15度到24度，高岛地区9度到19度。罗西亚向乌克兰发动攻击，算起到达双方已经相战2天。稍等的暗时7点半，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网有俄罗战争的特别节目，邀请观众朋友来收看。落尾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